大家也可以看得出来，叫做豆皮的炒牛肉。牛肉的部分呢，我就會切，也係切薄片。好，我也唔叻啊嗬，唔好笑我哈。下面唔標哦，做唔得食哦哈。而且薄片，係切幾薄的呢？沒冇問題。今天是利用嘅客家西阿妹嘅煮出來吼。這個是在梅縣那邊的傳統料理嗎？一隻菜可以辦到係我哋上下媽媽會煮俾我哋食嘅。真的哦，我在台灣不曾吃過，所以這個是道地的梅縣客家菜。係啊，真的，因為都台灣的客家人較罕得食牛肉嘅。因為我哋嘅地方比較牛肉、羊肉都有食，所以牛肉嘅菜式嘅話變化比較多。都給梅縣啊，吼，是不是？跟我們台灣的客家人共用，就是說，人家都會講，細妹人會不會煮菜增加嘅出去？一般會鼓勵妹仔、細妹仔都係家務事愛做。有時我哋上下呢，學愛嘅種菜，自家愛種菜。比如講嘅話，一般愛小弟也記下用，這樣唔會俾人家笑嘛。看到人家牛肉會切到泡泡的哦，切薄片，所以我覺得這個其實掌握一個原則，就是我們盡量把所有食材厚度、寬度共用態，按用不管你是做什麼料理都一樣啦，這樣才會統一。好，那壽司的部分呢？我就中意食醬油。古時候就老條油片粒粉，按你就會不一樣，等下牛會較滑順一些，對不對？還有會放一點點的鹽巴，鹽巴不能放太多，也是適量就可以了哈。再來呢，就是放我們的那個香油、沙拉油就是為了自己可以容易攪拌。按到它有3匙啊哈。哇，我第一次看到哎，我兄都自己叫客家菜哎。哇，很簡單用快嘅。一套菜呢，因為我有時係學自家上先上下時間，也就係會煮來食。會想到媽媽的味道。媽媽就擺到做啲出菜本身，已經想到媽媽了，是不是？會心焦，對不對？當然啦，這個是以前媽媽親手煮給我吃的。對。現在比如說是我自己要煮來吃。你下一次應該可以把台灣學到的客家菜帶着去煮給媽媽吃，對不對？對啊，赤腳帶媽媽來台灣食。沒錯，對，這樣比較快。家啲行李全部準備好晒，是不是就做落煲嘞？係，可以放油，然後呢就落皮嘞。落去起泡，落去先真的讓它軟，對不對？對，炒熟。然後呢，我們先把它燜一下，洗一下哦。對啊，洗一下它有。好，而且基本上落皮嘞，給它水分就會走出來。都10分鐘。而且我今天這道菜真的要好好學起來，因為正統廣東梅縣嘅客家菜，希望大家中意哈。薑麻先別薑來。有一些邊都炒炒嘅色，嗰個米頭走出來就 OK 咧吼。無按鬼炒哦，牛肉煮料根本身還有溫體牛，所以就較好食以外，這個炒法吼也是很重要的。然後呢，醬油再放一點點，比較茶飯吼。你哋沒有用茶飯嗎？茶飯係啊，用茶飯。一邊來看下。好。哦，好多汁哦。然後這個鏟過來這邊。就都會比較乾米一些的，對不對？好。用它再調味一下就可以了。好。還沒懂簡單。重點就是說，老豆配的老的牛肉，這就是一個很特別的食法了。哇，好香哦！因為一般台灣人冇按呢炒來食。一出啲家鄉來嘅片菜，採用嘅新椒老人文風土，情感老米絲，相互稱共下。